箴言和合本第3章1至35節。我兒，不要忘記我的法則，或譯指教，你心要謹守我的誡命，因為他必將長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數與平安加給你。不可使慈愛、誠實離開你，要繫在你頸項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這樣，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寵。有聰明，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華，遠離惡事，這便醫治你的肚臍，滋潤你的百骨。你要以財物和一切初熟的土產尊榮耶和華，這樣你的倉房必充滿有餘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我兒，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，或譯懲治，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，因為耶和華所愛的，他必責備，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。得智慧、得聰明的，這人便為有福，因為得智慧勝過得銀子，其利益強如精金，比珍珠或譯紅寶石寶貴。你一切所喜愛的，都不足與比較。他右手有長壽，左手有富貴。他的道是安樂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他與持守他的作生命樹，持定他的，俱各有福。耶和華以智慧立地，以聰明定天，以知識使深淵裂開，使天空滴下甘露。我兒，要謹守真智慧和謀略，不可使他離開你的眼目，這樣他必作你的生命頸項的眉飾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腳。你躺下必不懼怕，你躺臥睡得香甜。忽然來的驚恐，不要害怕；惡人遭毀滅，也不要恐懼，因為耶和華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腳不陷入網羅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辭，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。你那裏若有現成的，不可對鄰舍說：去吧，明天再來，我必給你。你的鄰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設計害他。人未曾加害於你，不可無故與他相爭。不可嫉妒強暴的人，也不可選擇他所行的路，因為乖僻人為耶和華所憎惡，正直人為他所親密。耶和華咒詛惡人的家庭，賜福與義人的居所。他羈那好機的人，賜恩給謙卑的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榮，愚昧人高聲也成為羞辱。